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家暴。哎呦，这真严重哦！嘿，家暴就是讲家庭暴力。啊，你要看啊，前一开啊吼，你有看一个外佣哦，甲一个囡仔，一个会外囡仔洗身躯，嘿，伊安怎洗咧？安怎洗？骹全咧打喺囡仔骹脚边。哎呦，打喺腰的骹脚边呀，啊水用强的，啊骹搁撸，安尼啦。那当做洗衫帮咧，嘿啊，什么洗衫瓶、洗衫帮搁较恐怖，刷来去洗伊的头壳安怎洗？安怎洗？全咧掠起，对头上掠起，哦，水直甲灌。哎呦，哎，啊灌毋是干那灌咧头上顶头，嘿，灌咧鼻啦、嘴遐啦，我唔敢咧管啊咧，迄用要砸开啦，迄囡仔哦，看得真甘，恶劣所以讲咱要请外佣哦，真正爱处理，爱考虑。哎，你囡仔一定会足惊迄个外佣啊，啊是大人无去注意嘛。哎，囡仔特别走啊，啊，搁个掠倒转来，搁杀倒转来，搁灌安尼啦，妖妖型啊！我本来想要请，到尾看来我就全无爱请，足恐怖的。卖请较稳，嘿啦，自己顾啊，家己顾，啊囡仔跟他有啊嘛是妹。有迄个吼，阿某的嘛有啊吼嘿，啊，人阮丈唔丈人哦，听阮查某囝听甲咱命咧。哦呀，所以讲也是要家己的人抓较好啦。对啦，你讲吼，翁仔某嘛是暴力啊，对啊，有食酒醉转来就黑白拍某拍囝啊，无啦，迄外口心情无好啦，啊心情情绪无好啊，转来甲厝的某搁甲念。不你啊，你一工工你拢浸喺酒底啊？但是你袂使咧啊，对某念啊，你若生气你去争辩无要紧啊毋，是，毋免安尼。你礼拜就点点，就来走去洗身躯，冲冲哦，较清醒。你刚才咧讲我，你看啉酒醉转来，拢敢咧还袂晓到咧，足惊我某知影我转来，家己先去洗就倒咧困。其实即马嘛，足侪迄种的是二次婚姻，啊结合的是讲，譬如讲后籍啦，还是后母拍囡仔，这嘛这种问题嘛就足算无侪。共老爸老母对安尼啦，但是我感觉讲吼，家庭暴力嘛，啊，咱用另外一种家暴，是安怎讲？回家抱一抱，哎，姐夫哦，哎呦，对吧？安尼亲情呢？嘿，安尼亲情的会较好回到啊。家就抱一抱。对，安尼是不是大家无论感情较好哪一个都要抱，对，太太也要抱，对，小孩也要抱，对，什么都要抱，嘿，啊抱完吼，是就来看咱轻松搁趣味的在叫。来这样。迄个糖哦，我想讲吼，啊，咱若交往遐济年啊吼，啊若搁拖落去吼，我惊后摆吼爸老囝幼，像我一个朋友啊，哎呦，今年要70啊了哦，这生一个囡仔4岁啦，迄半暝吼，拄搁起来甲因囝换尿珠啊，泡牛奶，拄搁甲甲面酒杯，搁爱迄糖白白安尼了，嚯，你毋知影哦，啊你搁今年啊未少岁啊吼，我惊吼。你若搁拖落吼，老蚌生珠、高龄产妇，嘿，真危险嘞！咱紧结咧，较无遐问题啦吼。我嘛知影我有血啊，啊毋过你看你啦，也无能力，也无财力，啊，搁有够无胆的发生代志吼，第一个走去秘起来就是你啦。啊，你想啦，你看哦，我伫天天民宿甲阮阿舅斗相共，我嘛是共打工。啊，虽然吼你是开心民宿的即个小老板嘛，啊，毋过你也无手头，大概若要买只啥？只啊哦，钱合我，我要买啥？吼，我则无想要加过吼，甲人伸手摆。你敢知影？迄贫贱夫妻吼，百事哀，我就无爱嫁下你。无啦，糖，虽然我无啥物手头，啊，毋过吼，我中华老实，我搁故意，我袂像人迄少年人聊劈腿，对。我心肝敢若你一个人尔。迄无效啦，爱有钱，钱较重要。咱若后摆吼想要
两人生活啊，哦啊一定要有钱买厝啊，嘿啊无你想啦，迄甲你姐住做伙，啊伊佫还袂嫁翁，啊咱若了较甜蜜咧，吼伊是毋是会目空赤，啊会吃醋，啊毋知半暝会甲咱开房间无？蛮好啊，我看吼，咱若是安尼就好啊啦。这糖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什么代志拢慢慢拢要改善啦。我跟你讲吼，而且我即摆想着一个吼，真好的 idea 哦。啥物 idea？到时吼，我来甲你求婚吼，我创一个较无共款、较特殊的。啊，无即摆人拢什么咧？后尾落去水底咧求婚啦，啊若无嘿，什么咧骑马咧求婚啦，啊若无什么咧光桥啦，啊无做什么咧篮球场，啊无什么放鸡龟啊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迄拢无遗憾。我要想一个较特殊的吼，甲你求婚，啊来造成一个高潮一个。哦，你上来高潮。怎样？无啦，我都。滚啊！喂。你真不习惯嘞。啊。你安尼甲阮孙啊糖糖伫遮讲什么高潮？伊是还袂出嫁查某囡仔呢。啊，你安尼讲，你安尼袂歹势哦。你毋通搁爱教歹囡仔大势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要糖糖后摆我若要求婚哦，较是无共款，较互伊安尼 surprise 哦，迄种的安尼啦。什么 surprise 啦？哦 ，surprise 哟。我想讲那 surprise 就顶讲去啊。我以前。surprise 迄是我跟你讲，你买一粒布啊。好。啊，数讲较差啦，都爱数，安尼三布仔来数。哦，互伊整齐一下啦。对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总讲一句吼，咱啊。毋是干那靠一支嘴，咱若真正讲要你爱阮糖糖，无要紧，你要有行动啊。第一要有行动，第二要有迄个心，第三就要有迄个财力。你无听人讲？哦，恁两个吼，假使恁两个若做翁仔某，啊无钱啊，干那靠爱情我通啊饱吗？嘛是要有面包嘛，对不？所以你一定要有迄个行动啊，要有心啊，要有迄财力啊，对无？你三项我敢若欠一项尔啦。迄项上重要就是财啊。系啊。财力你无啊？就是咩，交往遮久，连一开 LV 嘛无送我，哦，连一条香奈儿的口红嘛无送。有啦，我看拢去公园尔，毋捌去看着什么电影，什么拢无啊，毋捌出国去佚佗，什么拢嘛无。我顶个月买一个 LV 的500，迄伫遐车买，迄你袂记啊？迄个假啊！你莫买迄款的仿的好无？爱买迄个正式的，咱吼 H 开头的，迄个袂歹啊。安尼哦。嘿啦。等下想看卖，看要安怎来，要安怎甲阮糖糖求婚？阮糖糖是人家的呢。我知道啦。邻家呢，你甲当作。我顾真久啊。哦。哎呀，好啦，无我等下阮姐参详啦。哦，上好是等下分财产。哦，我是尽量想办法。好，爱行好。等我吼。拜拜。我等我好消息咯。这棍啊吼，假使若无安尼甲变，伊无法度。就是，还是阿姑你较厉害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两位人客歌啊！哎呦，恁真正有够巧的啦！会晓选择来住这个开心民宿吼，我甲你讲哦，来住阮遮的吼，真正是10个来住11个蚵仔呢。啊，即摆若要走的时阵，拢咧笑眯眯、欢头喜面的。我甲你讲，阮遮较过遐吼，有一个湖足水的，啊内底吼，搁迄个鸳鸯水，啊无袂像敢若恁共款，一对鸳鸯水啊啦吼，啊是讲搁较去遐有迄个月老庙，啊偌啥的呢？查某囡仔院，啊你若去遐拜拜吼，绝对会互你找到好运缘。啊若带恁爸去哦，拜拜绝对互伊健康。毋是啦，伊毋是阮爸啦，伊是阮阿。啊对吼，我拄则在讲，恁即对鸳鸯水的，安尼啊电去嘛，电去啊，我安随袂记，歹势，是咧。是讲迄个为啥无？我请问吼，啊你是安怎去碰到这游戏的哈？啊，有一摆吼，拄到有险啦，啊，我也解救啦，啊，阮就安尼熟悉啦。哦，安尼我知啦，一定是吼，你厝里吼家境困难啦吼，你啥会昧心纵夫，你要以孙相惜，才解着伊啊对无？毋是啦，因为甲伊做伙，我感觉就有安全感的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啦，恁着吼，看要去散步行街路，还是要去湖边，还是要去拜拜吼。迄行李吼，我等下甲恁摕去房间，穿得四细哈。谢谢你哈。哦，你这有安全感。我这查真正若袂吹讲咱就别来种，我这有安全感，结果我到即摆还讲路安卡一个，是命人人去死人。文啊，喂，来。好。奇怪呢，我就感觉最近吼，
糖糖对你就敢若有较好啊咧，啊是安怎你即马伫遐过咧10粒？都说唔知哦，我甲伊参详讲吼，大家吼已经甲交往遐久啊，是毋是当紧结结咧？伊就讲吼，我袂歹啦，3才欠1才。嘿，既然呢，安尼我想想的，有影，你拄则讲的3才欠1才，迄就是钱财。对啦，钱嘛讲迄上重要啦，所以讲我主要我是想讲，安尼无咱规个财产紧分分的啦。哦，啊无万一你若三两两地哦，啊，甲讲遮咧讲，而且你嘛开袂着啊，对无？无啦，主要我意思是讲吼，人讲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胆识的好。小等咧，安怎啦？我恁姊啊呢？对啊，无你敢阮小妹咧。你安尼为着介意糖糖，为着会当紧娶着糖糖，啊你就惨恁姊个较紧死死的安尼哦。无啦，我毋是甲你纠缠，我是讲迄人真歹讲啦。你有看，电视有咧播无？遐安尼开机灵车去高速公路，竟然叫迄个飞机弄掉，你个看。哎呦，哦，有影就对了。对啊，你。强势啊！好势！过来。是什么代志安尼起个叫啦？啊，就伊个包包对啊，互一个翘倒来手去。啊，伊个包包去用手去？哎呦，安怎啦？是想要变安怎？你到底变安怎？即摆就是互你上好的机会表现啊，紧去家己约转来，皮包摕转来。我，姊啊，啊你无听三太子你落车伫咧讲？我啦，讲地主啊，恁囝吼一日徛825神就袂着啊！我即摆入去嘛无效，咱毋知走到倒遐去啊！啊，而且吼，讲遮咧讲，迄万年迄歹人伊老早假死，我来去互安怎好？我也袂娶某咧了。哦，哎呦，你这个少年人有够无路用，你若遮无路用啦！傲少年无效啦，就是啦，家但毋是阮男朋友。拜托诶，恁讲话唔好安尼空假啦。什么一个无效，一个无路用，一个输啦。讲甲歹听，伊毋是咧输啦，伊咧输啦囝。好啦，这莫讲这，上条紧，我来敲电话叫警察吼。紧。哪会安尼啦？所以讲吼，我甲你讲，迄派背包吼，免安派迄镜仔头。对，小姐，啊你嘛真奇怪呢，我拄则有看到哦，迄个甲你抢迄包包吼，安尼明白的呢，啊你一定是安尼开的，凊彩安尼改的，足遐摆啊，对毋对？啊，阮都有钱啊，阮当然爱摕名牌啊，摕名牌哪有错？有啥物唔对？小姐，你本来就唔对啊！你有钱免显出来人看，免讲你无听人讲财不露白嘛。啊，你若财露白，人就该想要甲你小贪，要甲你摕啊，对无？甲你抢啊！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你吼，呢？这讲起来是你唔对。你引诱人犯罪呢？这安尼你应该是你做平常搁我当呢。所以讲吼，我小姐，包包袂安尼派，这包包要用斜背的。好未？伊啊事业线有较深淡薄。啊，都要上遮久呢？无安尼来换你。啊，你免，你无什么事业线。啊，你歹倒啊，但是爱去买较长的，吼，用斜背较好，较袂危险啦。啊，我你也无甲我教，你啊？教我安怎拍？原来你好嘢人，唔惊人抢啊，搁再讲一句吼。有年岁啊啦，无需要教啦。是安尼吼，嘿，啊，就钱啊，啊有事业线你要教啦，啊无，迄个有年岁你唔教啦，啊借问的吼，啊我是安怎拍我的包包啊哈？哦，啊若这吼，你的年岁甲你的事业线，咁拢拄啊好，这一定要教。我甲你讲，啊你唔免教啦，等你的包包拢我你甲你拍，你袂记得啊？教唔知安尼啊？请问你有看到啊？你抢的迄个人的迄个是做啥物款无？真大张，大颗安尼。无啦，瘦的吧？大很大一只啦，大只的啦，我后壁有看到啊。啊，你有看到奥多麦啥物色的无？我看到敢若银色的哦，银色的，银色的啦，到底啥物色？较金啦，白啦，白色的啦，银的甲白中间啦。啊，你有啥物损失无啦？后内底有现金10万块，啊，还有一寡卡，金卡，啊，我嘛身份证咧内底啊，啊，上主要我内底有一卡栓啊。算啊。系啊，啊，我就是因为惊人抢劫，唔敢挂，我就绑起来，我放在皮包内底。啊是酸啊是偌大粒？3颗啦，3颗啦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水晶啦。乱讲，我就是。到底是真的假的？假酸啊？即摆是
无啦，真的啦，抓假要创我啊？看毋是哦，毋是什么真的酸哦，是苏联酸哦。无山歌啦，足贵的呢。我是今日到时咧正人酸的。对啦对啦，讲到有啥啥咧？我看伫这门安尼，敢若袂相处啦。我你规日哦，甲因带转去迄个派出所，详细这要个问个笔录啦。对啦对啦。安尼嘛好啦。啊对啦，迄个警察大人啦。啊，你等于哦，迄个路口迄监视器啊，吼，上好调来看啦，吼，看是毋是当详细看到迄个骑后倒啊，啊，共抢劫迄个人的面容对啦对啦，啊，无去你丢遐嘛使，看监视器啊。安尼好，无恁就缀我转来派出所，啊，恁若有看到吼，是咱缀我转来做笔录，好无？好，行咱来。歹势，辛苦问我清楚哈，吼。好，啊，恁我遮吼，只会加强落去巡逻，啊，恁若你有看到啥物情形较派出所，多谢啊，来咯。哦，这查某嘛咧讲话咧，反机关倒吼。毋是啊，讲甲伤含啦。嘿啦。警察大人啊，逐工吼足侪个公司爱无用，啊，即马为着咱这民宿这个有这抢劫的案件吼，我即马上烦恼的是吼，咱民宿的生意会受影响呢。哦，毋是受影响，这严重咧。这严重性咧，就是影响到尾啊，生意拢无去。因为人毋敢来啊，哦，恁遮会抢劫啊，啊，恁遮会风头翕相啊，哎呦，咱遮会风头体啊，送家来。有啊，隐私权呢。系啊，啊来遮拢大部分是要来度假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看有这代志要安怎度假，无迄个心情啊，所以这影响咱的生意。那安尼啊，旧紧的想一个好的办法解决啦。对啊，这大概唔敢来，咱就无生意，就较无。生意要安怎？啊，我想一个好办法，咱来组一个巡守队。啊，巡逻吼，啊，卡啦就唔敢来，迄个抢劫嘛拢唔敢来，对无？对啊，哇，上好呢！好赞哦！原来你头脑袂歹呢。巧哦！哇，这个巡守队啦，巡落满世界巡，无差啦，无差啦。无人敢来，无人敢抢劫。对。分配时间啊。对。这个巡守队要组起来吼，一个好差不多2点钟至3点钟啦。对。啊，民宿就恁这间，啊，甲阮迄间。对，找查甫较用的。查甫的就你一个嘛。啊，我两个。啊，2个尔是要安怎分配啦？啊，一个2、3点钟，规工拢去啊！你，尤其若暗时啊，你3点钟，我3点钟，你搁3点，大家拢莫困。有影哦，我唔知啥物巡几点的，这嘛有影真歹。啊，无安尼，安怎？你来巡暗时啊，好，我来巡日时啊。哎呦，小等。啊。巧，喂，你足巧的呢。哪有影？你叫阮棍啊，巡暗时啊，爱巡你事的就对啦，你爱知影。阮棍啊是阮兜的高囝哦，后摆是要搁传宗接代哦。啊，你个暗时啊，拢免管少年人是上界中面的呢，啊，拢无困啊，后摆是要有精神哦。哎呦，对哦，你巧食食天公哦，你咧巡日时，我巡暗时啊较有眼呢，会作案拢是暗时啊发生的呢。对。棍啊，你听我讲，所以你安尼就唔对。当然是迄团友会啊，啊，毋过上要紧，伊甲这两个无七啊。你也看伊对咱堂啊，无啥迄无认真啊，无迄个心啊，就无在入要安对无？你顾暗时啊好啦。嘿，你顾暗时啊。我是讲你顾暗时。你若顾暗时，你较有机会。不是，你暗时你碰讲无来定，去放到未困的，你规个暗时互你顺好啊啦，你若这爱教那句计较哈，吼，你都已经无能力、无财力，啊，你连体力嘛无哦。啊，你头拄仔叫你约一个贼仔，你也唔敢。啊，即摆吼就想即个办法，啊，你互阮阿舅顾义是敢好去。是啦，我是讲，迄个吼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。我今日查了搞安怎些，我拍了对哦，若叫安怎是要安怎笑堂堂啊？对嘞。啊，无即摆要安怎？安尼啦，我想讲吼，困啊，你少年人敢若人咧讲小狗嘛，小狗哪有你看困暗时啊？啊，你有小狗满世界顺，安尼好啦，好啦。哦，我才陪你，我才陪你啦。啊。一个最好的办法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语就是手足之情，人哋讲家和万事成，家若差万事就行。哦，这有影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这意思大概就是讲哦，厝里来讲好好，哦兄弟来讲好好哦，啊迄家头哦，足和谐啦，特别冤家袂相拍，足和平的。人哋讲哦，兄弟啊呐较亲，较好的，乌土就变黄金。对，啊若吵咧，
啊，就一定乱的嘛。乱啦，啊乱就无心情，通去读工课啊，所以一定係厝会愈来愈歹。对啊，事业嘛袂成。是。啊嘛又是大人烦恼啊，无？嘿啊，啊尤其有诶吼，你看为着要争财产，安尼兄弟姊妹安尼相拍哩，迄真正是大人诶心情会足毋好诶。对啦，两个两败俱伤。对咩？迄毋是安尼尔咧，啊，各位兄弟啊吼，像讲。老爸老母要啥物人饲，兄弟啊，若坐遐一人带一个月嘛，计较哦，有拢会计较。我轻分呢。兄弟啊，你阵讲真好啦，但你妯娌之间都袂好啊。哎呀，跟他生的。喂，什么意思？跟他生都安尼大部嘛？分拢会计较。咱就是讲这是。啊，阮遮就你即摆家底啊，你袂啦？是啦。像讲吼，迄个来讲，啊，兄弟姊妹迄妯娌啊，是。你讲啊，阮遮就过一个月，啊，你那才过10天呢？哎呀，你计较。安尼计较。啊，其实吼，顶一阵仔新闻有因这兄弟啊团结，我觉得这个团结是无好的。就是毋是有一个货车司机啊，开车开伫三兄弟啊头前，啊，改动开较慢的。哦，这三兄弟啊嘛真团结，团结来个拍。这个是不好的吼，这个袂说拍好了才真兄弟。对，这无好啦，这是错误的。兄弟是真好无？毋对吧？但是安尼去伤害人，安尼无啦，你像我嘛是，阮生8个啊，啊，各好遐若一个去用冤家8个，可以拍一个啊。哎呦，这个无什么戏剧啦。是。迄若讲你通证啊，规个拢出来，夹便当啦，夹啥物，低头，佫较恐怖。我若高囝的人都废去啊。等于怨叹是大人，你先啊，敢若生我一个，你无互我生较侪兄弟啊来。无囝啊，甲人拍拍灯，个老爸老母拍。对啦。不管咱怎，就是讲吼，环境都唔好啦，环境就是唔好的代志吼。安尼啊兄弟啊，就是人讲会拍好了才亲兄弟嘛吼。但是呢，嘛有真多是。朋友的迄种兄弟情，吼嘛是足重情的嘛，有啊。迄位比亲兄弟佫较亲嘞。你是我甲阮哥哥虽然是亲兄弟啊，但阮俩感情偌好嘞。所以就是爱重情重义就对啦。重婚，重义理哈。莫甲我吵，休一个30分钟，足紧的就搁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咱今日天天又开心嘞，要奉劝咱乡亲，珍惜兄弟的感情，才会当啊。咦，家和万事兴。是雨水也是目屎，不知家己到底伫啥物所在。无心的一句话，深深将你伤害，拍醒你所有的期待。你将来不捌真心爱过我。敢讲一切完全是我的幻影？对你的关怀早就无伫这，你只是我爱情的一套歌。原来一切拢是我自作多情。